나도 뭐 들이야 남는 게 아주 근데가게 에 首先要问候各个寺院的各位僧众们，还有这次课程有一些就是海外的中心也有参与。当然，国外的海外中心是很多的，没有办法全部这一次都参加，但有几个中心参加了。那也问候你们，还有这一次透过网络观看听课的所有法友们，各位好。那么还有很多是在这个在中国大陆那边的许多的藏族朋友们，那么你们这次有收听这个课程，也特别问候你们。在之前几天课程当中，我们讲到了吠陀时代的一些内容，其中吠陀前期的内容呢讲过了。那么今天开始是要讲解说明一下吠陀时代后期。吠陀时代后期呢，它是时间大概是西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这段期间。所以大概到了西元前10到11世纪左右的时候，当时在旁遮普的原住民，也就是所谓的非雅利安人等等这些全部的非雅利安人，大概在那个时期就都被征服了。那么有些归顺者就成为了雅利安人的奴隶。一些不愿意归顺的这些非雅利安人呢，就被往南方赶出去。就雅利安人自己来说呢，他们也开始这个移动，最开始定居在五河流域，也逐渐的往南迁移到了恒河的下游。大家如果看一下各位这个投影，应该会比较清楚。所以可以看到，最开始呢，他们是从这个西北的开伯尔山口，然后就定居在就是所谓的五河流域就进入到五河流域，就是这个地方，也就是旁遮普。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往南下移动，那么就到了恒河的这个下游。所以这个区域大概就是恒河流域了，恒河下游。所以最开始他们从旁遮普，也就是信度河、印度河的这个地方迁移南下到恒河流域，就是恒河下游。那么这时候就接近到
可以说恒河的附近。那因为他们在之前呢没有见过就是比印度河更宏大的河流了，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恒河的时候就很惊讶。他们看到恒河流域里面的这个平原是非常的丰沃的，土壤是肥沃的，所以让他们也是这个大开眼界。当这些雅利安人南下，看到了恒河，又看到了这样子肥沃的一个平原，他们的这个眼界大开，很多生活的方式也都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文明也跟着开始有很显著的一个进步。在吠陀初期的时候，当时的国王，还记得之前提到所谓的那时候的国王呢，并不是像我们现在以为的是有一个国很清楚一个国度里面的王，不是，而是比较像部落的部落之主。所以就是部落的由这些部落的人所选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王。所以当时的这个国王呢，就是依照这种选举的方式推举出来的。然后同时到了吠陀时代后期呢，这时候国王才是由世袭而来的，就像古罗马那个时候就是世袭的。但是在吠陀初期的时候当时的部落的这些首领所谓当时的国王是依照部落的人推举而成的，后期才变成世袭。所以换句话说，主要就是这些雅利安人到了恒河流域之后，就开始转变成为这个世袭的国王是世袭的制度了。另外还有一个称为武士。就像当时提到，当时有很多的分工，那么本来一家之主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慢慢后来就特别有一种可以说一个工作一个职业，就是所谓的武士，特别的一个分工就是武士。那么当时也成为了这个呢，就是4个种姓当中的刹帝利这个阶级产生的这个原因了。除此之外，一般的民众呢，譬如他们有的是种田，或者有各种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产。那这一些一般的人民，他们也是由这个子孙继承原来的这个工作这个活动，所以这个就成为了庶民的阶级，也就是叫吠舍的阶级。所以之前谈到这里就有婆罗门还有代表武士这个刹帝利，还有就是一般的吠舍这3个种族，这3种种姓都是属于雅利安民族。
那么这三种种姓，他们都享有唱诵吠陀，还有这个祭拜神祇的这种权利。同时呢，这些雅利安人，这几个阶级的种姓的，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也可以依照这个所谓依循的宗教的生活，就不只是我们说一般为人的世俗人的生活，他们因为有宗教的信仰，所以依循了宗教的生活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叫做 Davija， 就是叫再生族，就是第二生的这样一个族，或者再生族。那这个名称也是之后出生的。那么4个种姓当中，前3个说完了，另外第4个种姓叫做首陀罗。就刚刚之前提到的，在旁遮普当时的很多非雅利安人，那这些被征服的非雅利安人归顺者就成为了这个奴隶。那么这些被征服还有归化的归顺的这些原住民，也就是非雅利安人呢，他们就是第4个种族，叫做首陀罗。他们呢是没有办法获得像是前3种阶级那样的各种的权利，所以这第4个种族的首陀罗，他们就称为叫一生族，梵文叫 AKT。刚刚大家电影把这看到了，给我几个是那个是看来是那个说的，陈友，你自己俩陈友钱嘛都被，因为他们一生中就永远就是奴隶，他们是无法有这种宗教的信仰的权利所以他们无法透过依循宗教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这样子的第4种首陀罗就被称为叫一生族。那4种阶级是在吠陀的后期可以说慢慢的产生出来的。然而在最开始其实就是慢慢的，因为有不同的分工开始，然后就有这个我们叫世袭，或者说有家传的世袭的这样子的工作传承下来，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阶级制度，但是慢慢随着这个世袭跟家传制度化固定之后，那么就变成了这样子的4种种姓。那么这4种阶级当中，你会看到前3者就是雅利安人，然后第4种就是所谓的被归化的这些奴隶。那么随着到了吠陀的可以说晚期后期的时候，随着这个这些社会的制度，还有这些世俗的这些四姓的制度越来越确定，所以就有这个专门处理宗教事务的婆罗门，还有呢专门处理政事，就是国政，还有军事的王族，也是叫刹帝利。
也不所以这里面，所以它其实包含了王族，也包含了这个武士，所以它是处理像国政、政事还有军事的这样子的王族，这是刹帝利。然而在这里藏文翻译把这个刹帝利族翻成了叫王族，就是国王，但其实不只是有国王，它里面刹帝利里面其实也还包含了武士部分。那么再来第三个阶级就是专门负责农、工、商，那么这个就是叫吠舍。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奴隶的工作劳作啊侍奉的，就是首陀罗。这4个种族呢，还有阶级的这种制度呢，后来就慢慢的变得非常的稳固哦，然后已经到没有办法再更动它的。那么总的来说，这里4个种族，前3个是雅利安人，而这3个当中最重要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说祭祀。那负责祭祀的是宗教仪式的是谁？就是婆罗门。所以总的来说，在这段时期的这些整个文明啊，精神上的、宗教上的整个文明，完全都是以这个婆罗门教为中心的，然后以这个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吠陀后期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可以也称为叫婆罗门文明。这段期间就是婆罗门文明，就吠陀后期啊，大概经历了有500-600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当中，可以说这个精神的文明哦，这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同时，这段期间各种的文学、哲学也这些文献也都层出不穷。所以接下来为了方便这个讲解，还有大家容易记住，所以这500-600年的时间，就是吠陀时代后期，我会分3个大的部分来讲解，也就是投影的这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四吠陀，第2个部分是婆罗门文明，第3个部分是教派、学派兴起。之前也提到过，印度文学，尤其是吠陀文学的发展，不是说一部这个文学结束之后再出现另外一部文学，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些文学之间、这些著作之间产生的时间，很多时候是相互重叠的。所以因为这些出现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时间也有相互重叠的，所以上面这里我分成3个部分来讲解。这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来分的，比如说并不是说四吠陀全部形成之后才出现婆罗门文明，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的分类不是按时间来分，
因为按照时间来讲，它们是有重叠和一些交替的。所以这里分成这3个部分，主要是依照这个文学本身，它的这是英文来讲 literary form， 就是按照文学它的题材的这个角度来分类的。所以就是再讲一次，这时间并不是按时间来分的，因为有时候斯费陀在前，有时候在后，就这时间它有时候有些重叠，有些交替，所以最主要分这3个是按照了这些文学题材的不同来分。所以首先第一个斯费陀这个文学，斯费陀的这个集合起来叫集录是什么？在之前课程简单谈到过吠陀，但是没有针对这4吠陀的集录来做一个解释。从吠陀去看它的文学的时候，可以分为3个部分。就是有这3个部分。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赞歌，也就是吠陀本集。再来第2个就是就是梵书，也叫做这个神传这个梵书。那么这里将梵书翻译成就是长塞这样一个藏文，主要依照了 Gindun Chepe 它的一个译名。再来第3个呢，就是奥义书，依照根登却佩大师他的翻译就是叫做涅壳或者年内。这部奥义书主要是一部哲学的书籍。据说当时在讲解这样一个哲学奥义书的时候，师徒教学是要非常秘密的，是要非常靠近的，很秘密的，很靠近的传授给弟子。所以藏文这里翻成年内或者涅壳都有一种很靠近、很恭敬、靠近而传授的意思。所以总之呢，第一个赞歌吠陀本集当中就是包含了4吠陀，再来就是梵书，再来第3个就是奥义书。所以这是吠陀文学可以大致有这3个部分。所以这个第一个赞歌，也就是吠陀本集里面，也就是有离俱吠陀、梭摩吠陀、叶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有这4个，这在之前课程中大概有提到过了。所以当我们听到4吠陀，就是这样的4部。但是在吠陀时代的早期呢，其实就只有离俱吠陀而已，
没有其他三部吠陀的，而且那个时候的离句吠陀是口耳相传，并不是文字记录下来的。这个离句吠陀真正收集成册，然后并且以这种文字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样形式保存下来，是在吠陀晚期才完成的。而且后面的3种吠陀的记录也都是在吠陀时代晚期完成的。대지도다 벽에 나올래야 되라고도 가르사 낭덴스라고도 다 산스크리트 나올나 아리아 나야카 세르지미다 아리아 나야카 세 슝디 벽에 나올나 낭덴스 나가스 나 라다다나 데사 딘데기 슝지 중 다데네 년내기 슝사다 우브니시다 所以这里就是赞歌，里面就包含了4个吠陀，再来就是梵书，再来就是奥义书，那么还有2大史书，所以这个我们之后都会2大史诗哦，这都是吠陀时期晚期的这些著作。那么基本上来说，每一个吠陀或者刚刚说这个梵书、奥义书，它的成书过程是经历了几百年很长的时间，而且透过很多人的修改，然后编辑才完成的。所以这些书他们成书的时间很多时候是一个重叠的，或者说是交错的。比如说某一部在编辑整理的时候，另外一部也同时在编辑跟整理，类似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4吠陀是最早的，就是赞歌吠陀本集是最早的，其他的梵书、奥义书这些都是还有吠陀里面的这个其他3部吠陀，除了离句吠陀最早出现其他都是比较后期才出现的。所以首先这里讲一下4吠陀。那第一个吠陀本集就是4吠陀吠陀本集，它就是赞歌，它也是所有的这个可以说这些文学当中最早出现的。那么这里面有4种离句吠陀，就是最古老最重要的部分。那叶柔吠陀它包含了白书和黑书，还有梭摩吠陀，这也是之后会讲的。那再来第4个阿闼婆吠陀呢，是最新的，可以说最后出现的一个吠陀。第一个离句吠陀，它是最早的一部吠陀经典，也是所有吠陀文学的一个基础，一个奠基的根本。而梭摩吠陀呢，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离句吠陀中已经有的。那这个梭摩吠陀当中，只有剩下很少部分的内容是其他版本的离句吠陀的内容。就当时离句吠陀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所以梭摩吠陀
其实就是集合了很多其他的内容编辑而成。换句话说，它就是因为可以说特定的一个目的哦，当时的人就将离句吠陀中不同版本的还有相关的内容折录结集出来的编辑的一本书。텔레신도 규베가 딱 하나를 찍고 난데 지가 시다란지 제 망고시 항마로 시다면 해보자. 다들 취지리지야 차디고 다 취지리지라 가나가要你需要的学一吧。那么再来就是叶柔吠陀，它有分为白书和黑书两个部分。为什么会分成所谓的黑跟白呢？那么是因为黑叶柔是指说它将吠陀本集当中还有当中这个关于很多神学的，就是梵书的内容统合在一起，而没有做区分，所以可能是在附录的部分，在吠陀本集原本的这种基础之上加了一些附录，加了一些注释一样的这个说明。那由于里面的原文和注释你区分不明了，所以就被称为叫黑的叶柔。所以黑叶柔这个本集它因为包含了梵书的许多内容，所以跟其他的这个本集都有些不同了。那么白叶柔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说它的本集当中也有附录着梵书的一些注解，但是它的区分却很明确，所以称为了白的叶柔。那这里有提到很多次梵书，那到底梵书指的是什么？这我们可能之后再谈。那么很多学者有这样一个观点，这个除了这个离句吠陀人们在编撰梭摩吠陀还有叶柔吠陀，就是到底为什么要编辑梭摩吠陀还有叶柔吠陀这样去增补注释，那么这些学者觉得这个理由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多数都赞成了下面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他们认为说，从离句吠陀的这些赞歌当中你可以看到说，祭祀的时候有4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叫祭祀观，这我们之前上堂课有谈过了。那么所以而叶柔吠陀就是为了第一种祭观，也就是叫司仪祭观所编写的祭祀仪式的书。因为所谓司仪祭司，他负责就是各种实际要去操作这些仪轨的祭祀仪式的，所以叶柔吠陀是这样成书的原因，编辑的原因是这个。而梭摩吠陀为什么要编辑它？他编写的都是有关于歌颂赞歌的书，所以他是为了第二种祭观，也就是颂神的赞颂神的祭祀而编写的。所以可以这样子说，这些学者认为叶柔吠陀跟梭摩吠陀，它主要就是为了第一种还有第二种这个祭观
也就是司仪祭司还有宋神祭司而编写的书籍2部书。所以总的来说，这个随着吠陀的这种宗教的发展，刚开始的时候，像是离聚吠陀时代，比较注重是在精神层面。那时候最主要注重的是内心对于神的这种崇敬、信仰。但随着这个发展，这样一个趋势，外在的各种仪式啊、礼仪啊、身体的行为啊、唱诵的一些内容，反而成为更主要的了。因此，可以说吠陀的宗教就变成全然是以这种祭祀为主要的一个宗教。到了后来，祭祀官的他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举手投足的每一个细节哦，他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意义在里面。再加上非常多的这些颂词、寄颂的这些文字，所以可以说到后来呢，随着这个发展，吠陀宗教变成是一个非常繁琐、繁杂不堪的这样的一种程度了。所以除了那些真的非常非常专业的精通的人，就有点像寺院里面可能要修这个叫普巴大成就法，就是这样一个大法会的时候，大家一听到啊，哇，这好复杂的一个法。因为像藏传里面的这样一个普巴的大法会哦，大家会觉得很复杂，可能大概类似这种感觉。然后总之，吠陀宗教到后期就变成是非常繁杂的一种宗教，所以慢慢这些繁杂的内容越来越细，越来越多，就必须要记载下来，变成文字成书，以便于可能教学或者做解释。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才衍生出慢慢其他的吠陀的这些典籍，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苏摩吠陀啊、叶柔吠陀啊、阿达婆吠陀啊，还包括梵书。总之都是因为随着吠陀宗教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复杂的趋势哦，而就形成了这些书籍、这些内容。大取经日记给熊给拿了呀，大这当个巧好嘛，我习不记。那么在叶柔吠陀当中，他们的祭祀名称非常的复杂，像有一些是一天要进行的，有一些是满月时候进行的，有些是单独进行的等等，非常的多，祭祀仪式非常的复杂。但是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祭祀的仪式，这些大部分接下来介绍的仪式都是婆罗门时代，也就是吠陀晚期时候的内容。而其中接下来要讲这些仪式，很多到现在都还有。这里最主要有8个仪式，先给各位看一下这8个仪式的名称。第一个是满月和新月的第一天进行的仪式。第二个是祖先祭。
可能类似我们现在做这个素的这种素的供是一样的。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些人每天都会做的就是圣火祭，然后再来4月祭，这好像现在也有。像是有的时候在这4个月份当中会禁语，或者是每天只吃1餐等等。再来奉献神酒事，所以就是像这个奉献神酒，神的酒，奉献这神就是火神。然后再来一个即位式哦，它指的就是各种灌顶的仪式，这个之后会再讲。再来是一个马祭，这个是在印度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后面会再细讲。然后再来一个燃火式，也是很重要的。那么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即位式，但是上面提到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仪式哦，但其实在这个叶柔吠陀当中，实际上提到的仪式哦种类啊，还比这8个更多的。但是接下来就讲这8个当中的几个，比如说第6个叫即位式，也就是指灌顶的这个部分。다니 지시를 왕국의 쇼가사디 첨지기 다다디 브라만한 사드 첨지 슝사지 어르슈바 那么这个即位式，也就是指这个灌顶。那么这是在婆罗门当中很注重，婆罗门的著作是很多的，梵书它只是一个统称，譬如说就有很多不同的梵书，有一个叫做艾达罗式梵书。那在这个梵书当中有这样一个就很清楚的记载了，就是即位式，它指的就是为这个国王灌顶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有什么呢？首先这是为了这个国王升座的步骤，所以首先呢，第一个要在这个王座上铺上这个虎皮，老虎的皮。但是大个爸爸的cấp就是咱大爸的时候，那七九了下吧，明白是吧？七九了下吧，是那大个爸爸的cấp就是咱那大个。那么这时候，同时这个虎皮的毛皮部分是要朝上的，然后虎头这也包含在里面，虎头部分呢是要朝东，就是往前放。那为什么要放这个虎皮呢？因为老虎代表的是万兽之王。如果这个王他使用了这个虎皮，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王权能够得到这种巩固和加强。然后这些都准备好之后，这个王呢就从后方走向王座，
然后面着东方盘腿坐下，然后右膝着地，然后用双手举起，可以说捧着吧，举起这个碰触，举起王座，然后口中还要念诵咒文。那这个时候，接着就是这些婆罗门的僧侣哦，就主持仪式的僧侣，就会将特别的水，就圣水，然后从这个王的头顶呢倒下去。同时，这个僧侣一边在这样子倒下这个圣水，同时口中默念说：“这位就是世界之王。”要这样说。那最后呢，再让这个大王要喝下这个酒，也就要做这种神酒啊。到这里，这个仪式就是所谓的灌顶的仪式，叫即位式啊，它就结束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即位式我这里特别提到呢？就是因为在密乘当中很强调灌顶，可以说灌顶的最开始的原型就是这样子。所以灌顶就是跟随来自于印度的这样一个传统，叫做即位式的这样一个仪式。就像以前就是给予这个王授权的一个仪式。但现在你看灌顶就是说的好，名称很好，就给予智慧灌顶什么的，但它比较抽象。但当时你看这种灌顶的话，是真的是一个真的授权给权力的，这个国王他是真的有得到这个权力的，是得到巩固跟加强的王权。那么再来一个就是叫马祭。那据说很久远古时代举行这个马祭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生男孩。然而到了婆罗门的时代，马祭呢，它的意义呢已经完全不同了。那马祭呢？谁有资格举行呢？可不是普通人的仪式了。他就连王都没有资格，而是指王中之王，真正的大王，他才能够有资格举行这个马祭的仪式。当时的人们，他们相信呢，如果马祭的仪式当中使用马的数量到达100匹的话，那这个会有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能够夺到这个因陀罗的这样子的一种神的这样一个位置，成为一个比所有诸神地位都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甚至能够支配整个宇宙。那马祭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要选
特殊的一些不同颜色的马。那我这里挑的投影中的一些图片，大部分的马都是白色，可能白马也比较特别。总之，仪式叙述记载是说要挑选这种有特殊颜色的这个马，然后清洗干净。所以这里特殊颜色大概指的是白色，然后接着放养，野生去放养，洗干净之后野生放养。所以放养多久呢？1年的时间，就认这个马要去哪里就自己到处去走去跑。那有100匹马，那你也不能让他们跑不见，所以后面都要派人就跟着100匹马，就要100个人去跟随着。所以甚至当时这个大王呢，他甚至自己亲自，或者说会派遣他的这个军队亲军跟随着这些马。这里的规则是什么？如果这个马进入到别国的领域，如果说这个马走到了别的国家的领土，那这个国王就要选择跟这个国家开战，或者说臣服这个国家。换句话说，这个马他走到哪里，他就是这个国王都要去占领、征战这个国家。所以如果换句话说，这个国王如果真的能够随着马匹征服所有这些马到的地方的话，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如果他不幸战败的话，也就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这个嘲笑。但是如果这个大王他胜利了，那回国之后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所有的马都杀掉，然后用作祭祀。那么这就是很出名的在印度历史过去上的这种叫马祭。所以能够举行这个马祭的王哦，真的都是王中之王，非常非常有力量跟自信的这种王。所以过去你看这些大王真的随着100匹马征服所有的地方，然后凯旋而归。所以可能这些王就被称为叫转轮圣王，就后来有转轮圣王的这个名称，可能也跟这个马祭的这样子的是有关联性的。好的，那这里先休息半小时。上面讲过了马祭，接下来是燃火式。那么在雅利安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燃火式。在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一家之主。那一家之主的义务工作就是要设立这个祭坛，然后要制作这个圣火，
如果呢一家之主他不这样去设祭坛制作圣火的话，就是对神的一种不敬。当时的婆罗门，他们一生当中会要经历4个时期。第一个就是梵志期，第二个是家居期，第3个是森林僧居，第4个是乞讨。那么这4个时期之后，我们会再细谈。总之呢，前面梵志期也就是他们可以说是去，可以说寺院等等去学习，然后之后会回到家里。所以经历了梵志期之后的婆罗门，回家后就会立刻的结婚，然后就会成为一家之主。那么在家里就会要制作圣火，设立祭坛。那这样制作圣火，这个就叫做燃火式。那什么时候会要举行呢？这样的仪式呢？那么通常会是在所谓的初1或15等等，或者就是这里说在黑月或白月的第1天去举行。那么完成这个仪式会需要2天的时间。首先呢，要选定4个这个祭司，然后制作这个圆形和这种3角形的这种火座、火炉、火座。那有的时候2个火座中间朝南的方向，还要放一个半圆形的一个火的这样的火座。那4位僧人当中，其中1位要生火，就是透过这个摩擦而生火。那所谓的摩擦生火就是这样子，就像钻木取火这种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要摩擦生火，所以也不是一般的火，可以说这是古人呢，我们说钻木取火的方式。所以这里的圣火也是需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摩擦，然后有点是钻木取火这样子。然后呢，透过各种5种的祈祷法，然后来亲近这个圆形的这个火座，然后再将火放在上面。在黄昏的时候，那这个经过梵志期回到家里的这个婆罗门，就是立刻结婚的这个婆罗门，这位一家之主在黄昏的时候呢，就会要口诵诸神的这些名字，然后和这个他的妻子一起进来。这时候呢，另外一位僧人他会把这2个他会把这个用树木摩擦生火的这种方法传授给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第2天早上，他们自己要能够
在那个三角形的火座上要制作圣火。所以呢，在黄昏的时候，那么其中一位僧人就要传授他们制作圣火的方式。然后接着就到第二天，夫妻两人将这个绞刑的这个火座就会放在膝盖上，就当天，对不起，还是同一天哦，就是把这个火座放在膝盖上祭神。这个火要烧一整夜，一直到隔日清晨，然后又由另外一个僧人将这个火熄灭。这个就是燃火式大概的一个流程。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阿塔婆吠陀。那因为这个部分跟这个咒语比较有关系，所以想讲一下。那阿塔婆吠陀就是四部吠陀当中第四个吠陀当中的第四个，最后一个。那这个吠陀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它不像前面的三部是以这个祭祀赞歌还有仪轨为主要的内容。基本上来说，这个第四部吠陀阿塔婆吠陀，它是在依着离句吠陀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完全跟离句吠陀无关的一部，不是的。但是阿塔婆吠陀有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思想还有这种哲学方面，它是比离句吠陀还更加的这个深的，更加进步的。阿塔婆吠陀呢，有分为20篇，有6000首这个颂文。它整部的主要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个如何这个躲避各种恶鬼病魔、毒蛇猛兽还有这种盗贼土匪的咒文，同时还有祈求获得长寿获得财富、荣华富贵，还有健康，甚至这个旅途的这种安全，还有要赢得胜利，各种这种祈祷文。那么这一部阿塔婆吠陀呢，它的成书的年代是不清楚的，但是从许多考据来看，它应该跟叶柔吠陀的时代呢大致是相同的。那么在成书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吠陀跟其他3个吠陀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曾经一段时间里面，它并没有被承认是吠陀之一并没有。阿塔婆吠陀它被承认这个地位确认是吠陀，是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西元后，也就是成书之后几百年了。所以那个时候100年之后，换句话说几百年之后，它才被承认是吠陀的4吠陀之一。大家呢，思诵日记是给忽然个通没明了搞得了我的啥呢？那么这个阿塔婆吠陀它最早的古名是什么呢？
Atharva Angiras，阿叫做阿塔婆吠陀安琪拉斯。这里有阿塔婆，还有这个安琪拉斯这样两个部分，这两个名称都是古时候呢这些专门这个侍火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名称。那么这个阿塔婆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宗派，所以阿塔婆派呢，它主要是以这种习灾还有这个开运的这样的咒法的为主，而这个安琪拉派呢，主要是以这种咒诅还有降服的咒法为主的。所以后来呢，可以说阿塔婆派还有安琪拉斯派呢，两个合而为一，所以变成了成为了一个本典，就是阿塔婆吠陀。所以阿塔婆吠陀，它的确跟前面几个吠陀不太一样，从这点上来讲，它跟前面三个吠陀是不同的。在阿塔婆吠陀当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咒的观念。那么，但是有关咒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在阿塔婆吠陀第一次出现，其实在离句吠陀当中就有出现了。在离句吠陀的这个最后一卷，这一卷呢就叫布鲁萨舒达，也叫做猿人歌、猿人赞歌、猿人歌。在这一卷最后一卷，就是第10卷中，就有出现这个咒这个词，它的梵文就是 chandas。所以咒这样的概念不是在阿塔婆吠陀才出现，在离句吠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刚才呢，我们有提到过，其他3个吠陀主要的内容都是有关于这个祭祀的，祭祀相关的一些仪式仪轨。而这一部阿塔婆吠陀呢，主要的内容是咒，也就是咒法。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阿塔婆吠陀出现的时候呢，还没有被承认是吠陀的那个时候，那么因为它没有被承认为吠陀，那么所以它也并还没有被世人认可，所以它就只是一部，世人就认为它就只是一部有关咒术的典籍。那后来为什么会变为是吠陀呢？主要是逐渐的在很多这些人们的心中，尤其是祭司婆罗门，他们慢慢发现自己呢，这个只是会这些祭祀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一定要具备一种就是能够为别人还能够招福消灾的这种一种可以说一种能力，他们要具备。
那么才会让有这样实现这样的特殊能力的时候，比如说习增怀诛这种消灾祈福的能力，那么别人才会相信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原来是真的能够跟神沟通的。所以婆罗门为了提高自己这种跟神可以说沟通的能力，还有让自己的祭祀更有效、更灵验，所以阿闼婆吠陀这样一个专门在讲咒术的典籍就慢慢的开始受到重视，尤其是被就是帝师，他们为了要帮助这个国王这种祈福，还有尤其是祈福这种叫五运长久，五就是这个战就是这种战力能够很厉害，还有驱除各种怨敌的这样的修法。所以如果不通达这个阿闼婆吠陀，他们就不具备这个帝师的资格。那为什么会知道有这一段这个帝师也要学阿闼婆吠陀呢？是因为有一部论点叫帕利悉达，这部典籍它应该是阿闼婆吠陀的一个注解吧，这是一个补足的一部典籍，里面就提到说婆罗门被称为帝师或者师，那么就必须通达阿闼婆。如果不熟悉阿闼婆的这些修法师，或者说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成为这个王家的一个祭司。有这样一段话，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国王特别重视习增怀诛这样的事业，而要成为帝师国王的这个上师的话，你就必须要精通这样习增怀诛咒术的这个阿闼婆的典籍吠陀。所以他们人们就觉得吠陀典籍太麻烦了，那些仪式很复杂，就像之前我们提到过，里面非常复杂，所以开始人们呢就比较重视的更直接的、更直觉的、马上有效益的这些咒法。所以阿闼婆吠陀它的地位慢慢就越来越高了，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最后就成为了这个第四吠陀。所以要成为吠陀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可以看出阿闼婆吠陀成为这个吠陀之一它有是这样子的一些因缘的，而这都是主要来自于当时的人，他们真的直接经验到各种习增怀诛的力量，尤其这种咒术的力量，所以呢，这一部这个阿闼婆就受到很大的一个重视。那这里就谈到了所谓的咒，那到底这个咒法它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当然跟我们现在佛教里面谈到的咒法是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看看当时就古人来说，那么就是当他们遭受到这种各种的灾难他们觉得这些灾难都是被很多外力的诅咒而成的，譬如说被邪灵或者这种恶魔或者别人的诅咒而引起的。所以透过了咒法，也就是借由这种咒术
而就能够得到一些这种叫事情物事的一个成就，或者说能够破坏这些诅咒啊，破坏各种障碍的这个秘法。所以后来这个咒法就在吠陀时期是非常的盛行。那么4个吠陀前3个主要是祭祀，第4个吠陀主要就是很直接的，能够让人开运、得到利益，或者喜增怀术的事业等等。所以祭祀和咒法他们的对象是不一样的。祭祀呢，主要的对象是向这些殊胜的神，向他们祈求赐福。咒法呢，主要的对象是针对谁？是针对这些恶神、恶魔等等。那么为什么所谓咒法对象是恶神、恶魔或者叫物精？那主要就是这些恶魔是利用他们可以说利用指使他们给自己带来幸福，然后去损害别人。所以换句话说，祭祀的作用是比较表面的，而咒法的一个作用呢，主要是内在的。大家来啊，来呀，吃不吃？我是的，用吃不了。呢，后来呀，茶叶这不就搞过了噻呢？马尔达。我是的，用吃不了，茶叶都搞过了是那边呢？唐不得了呀，茶叶。那么，在阿那婆吠陀中就提到这个咒法要的前提要达成的前提有2个。第一个是咒文本身是具有生命力，是本身是要具有力量的，不是随便念个什么字就可以的。像我们西藏有时候会自己反正把什么名称的前后加一个 om， 后面加梭哈，然后好像就变成咒语这样是不行的。所谓的咒文本身它就有力量，就有利益，而不是随便的自己拼凑成一句话就说是咒。第2个，它必须要有一个象征物，代表一个实际的物品。我觉得这像是佛教里面谈到的这个手印。那手印就不只是指你手结的印它还有各种的代表的这个咒的各种的物品。所以一个是咒，第2个就是各种象征物。那么咒法的种类是很多的。那么在就是阿那婆吠陀中提到的咒法是很多的，但大致呢可以分为3种。也就是哪3个呢？就是习灾、咒诅跟开运，也就是习法、诸法跟增法。那有的时候还会再加上所谓的幻术就是这4种。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习灾法。所以主要是如果遭受到别人的诅咒的时候，可以防止这样的诅咒，然后或者除去各种的这种恶神恶魔的侵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对这些恶神啊、恶魔啊，还有要
比较好言相劝的方式哦，然后带着个利益他们的心，让他们让他们离开，所以有时候会奉上一些供物啊等等。所以就是很平静，就是很极静的方式，然后好言相劝啊，你们离开吧，别再找麻烦了，就给他们一些东西，让他们开心的让他们离开，这就是息灾法。还有当时呢，像有时候会有热病啊、头痛，他们会认为有一些这种雾精哦，就是一种鬼怪叫雾精，它会造成发热，还有头痛。然后还有一种神呢，它不是这个财神，而是穷神。然后，所以那时候会念一些咒文，对这些造成头痛、病痛的雾精这种鬼，还有造成贫穷的这个穷神呢，会念各种的咒语，然后祈求他们离开到别的地方。那么还有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会被所谓的魔附身，所以他们就会用有一个香气的布去擦这个被恶魔附身的这个身体，然后再把这个布呢丢到别的地方，像是这个，然后就让这个魔呢就你跟着这块布就离开吧，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这些魔还不愿意走，还没办法消除这样的障碍的话，那么就可以向高阶位的神去请求帮助，像是祈求阿奇尼，就是火神哦，他的名称也就是罗刹的杀害者的火神来帮忙，或者说祈求这个因陀罗来帮忙。或者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特殊的事物，然后来驱魔，那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息灾法。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会观修这个护轮呢，最开始观本尊的时候开始的护轮是一样啊，就会有结界，透过这个结界的方式不让魔怪进来。所以总之有很多，这就细节就不多说了。那这个就是息灾法，第二个就是咒诅法，也可以说就是诛法。那最主要就是去这个毁害他人为目的哦，所以也就是利用一些邪魔歪道、邪魔，尤其是邪魔去伤害别人的方法，就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咒诅法。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叫做增法，也叫做开运法，所以就是主要增进自己和别人的运势啊等等，比如说还有增长寿命，还有阖家平安啊，还有一切事物能够心想事成的这样的咒法。所以在阿闼婆吠陀这里所谈到的这样息灾、咒诅跟开运，也就是息法、诛法跟增法，这个跟我们密乘里面谈到的内容是很接近的。当然这里面佛教里面还会再提到说息增怀诛的怀法，所以如果
再加上怀法的话哦，那这个阿塔婆吠陀所谈到的法，就跟密乘里面谈到的4种事业真言4种法哦，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透过占卜，也是一种咒法。这里面很特别，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占卜，不是像现在我们会说用这个念珠啊来占卜等等，不是的。不均匀的是吧？那么就像现在有时候会降神，那过去以前就有，像印度的时候会有这种年纪很小的幼童，然后透过一些咒法，然后让这个神降在这个孩子身上。过去印度就有这样的方式，那这些就先不多说。所以当时占卜也算是咒法哦，就像是譬如说，如果今天路上看到了一只乌鸦，那就代表了什么样的征兆，或者做了一个什么梦，这也代表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这些都有详细的对应的一些解释哦。那今天也是不细讲。所以总之，这一章的阿塔婆吠陀，主要就是以这些咒术、占卜，还有各种的这种调配仙药啊，各种的这种秘法。那这里的咒文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分类哦，但这里呢，有不同的分类法，但这里按照的是大概是19、20世纪的一位精通梵文的一个美国的学者，他就是叫这是一个叫莫里斯，这里有写下来的莫里斯这个布鲁姆菲尔德。那他做的一个分类，他把这里面阿塔婆吠陀的咒语咒法分成了9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就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那这里和我们到各位很熟悉，像喜增怀珠，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些方法是很像的。总之就不细讲。之后呢，这里是一位日本的学者，他也是佛教的一个僧人，尤其他也是这个密教的一个阿舍离。这位日本的学者，他的名称就是松长友庆 Matsunaga Yuki。 他对于这个密乘呢是非常的精通，也因此而出名的。他这里呢也大概把这个阿塔婆吠陀的咒术分成了以下9个。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呢提到了像习增诸、习灾增利调伏的修法，这些各种名称，那么就是跟叫做苏悉地经，那么就是苏悉地经是在藏传也熟悉的，就是4部这个释部的序典当中的其中一个苏悉地经。
像《苏悉地经》这4部当中，3部呢是中文中是有的，像那第4部的这个4部里面，第4部序典中文是没有翻译。总之，这4部瑜伽里面的4个序典的其中一个叫《苏悉地经》，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序典。然后再来一个是叫《大日经》，依照藏传佛教来说是属于行部的。总之，在《苏悉地经》跟《大日经》当中所谈到3种修法的名称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也是消灾增利调伏，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另外，在一个属于瑜伽部的序典，就是《金刚顶经》。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呢，是加入了这个就是敬爱法，也叫怀法，还有勾招法，所以就成为了5种法。而在《金刚顶经》这里面谈到的5种法，其实呢，在吠陀的很多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5种法的梵文名称是一模一样的名称。所以可以说，在密教当中，各种习增怀诛的修持的这些方法仪式，可以说它的来源，如果要往回去找，其实可以从吠陀文献中找到的。另外，还有密教当中会谈到护摩，护摩时候的这种火炉，跟吠陀时期的火炉整个的这种形象的组成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从上面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很多密教的这些修持，都在吠陀文献中，你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当然，这是不少的，这是非常非常久，几千年的5000年以前的内容，超越4000年前的内容。所以，这个吠陀这么古老的文献是如何演变成为密教的内容，这个就很难说清楚了。那就像之前谈到，是因为你没有可供研究的一些文献素材，像之前也提到过，印度是没有历史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很难在没有任何的这种可依据的文献参考下去推测说，或者去发现它整个变迁的过程。但是的确你会看到这两者呢是有关联性的，所以你也不能很断定说这两者之间，就是吠陀跟密教两者之间如此的相信，它相似它只是一个巧合，你也不能这么断定，就是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因缘的，不就是一个巧合。那如果这样听完，很多人说，那密教里面内容，佛教密教怎么就是跟原来依据的是外道里面的东西？那我们佛教的密教没什么特别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我想各位先不用担心的，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内容，因为这些东西藏传佛教本身就很多了，譬如说这个招财呀，各种的方法。
那这些反而是印度以前不见得有的。那这是西藏，你可以说本来以前原始宗教本波教就有的这种叫的一些招财的一个方式。所以佛教到了西藏之后呢，它用的还是类似本波教的西藏原始宗教的一些仪式，但是其实加上的是佛教的哲学思想在里面的。所以西藏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不用担心。以此来想，我们现在虽然说啊，原来好多都是印度以前就有的方式跟习惯。还记得在我第一堂课有提到说，我们现在谈到佛教就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形象出现就是样子，僧众的样子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固定的思想名相。那这个你本来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既定形象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要符合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够接受的这些样子跟形象。如果佛陀当时一说法就说出了是根本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一些神话般的一些内容的话，他们也无法接受。所以佛陀他就是因为是一个善巧方便，知道当时社会的人的思想，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生活，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而说出对于他们有帮助的方法。如果说出的东西是他们不可思议的，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话，搞不好有一些立根器的吧，很聪明的，搞不好还会跟佛陀说你说的实在很高深，我现在不懂，但是我未来有信心会懂的。那佛陀当时不是这样的，所以总之呢好，继续讲。所以随着时间的这个变迁，慢慢的开始有这种这些哲学的思考，比较这些怀疑跟批判的这些哲学思想就开始了。什么？你首先要有一些思想的建立，是你必须先要有怀疑，对一些事情有问号。那当时的这些人们最大的问题疑惑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这个世间宇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从生命是从何开始的？他们就开始去思考一些这些问题了。还有也会开始思考未来是怎么样，最开始是如何发生的，那么包括宇宙跟自己，那么如何发生的，最后是要如何结束的，我们的未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当时的人们开始这样去做思考的时候，所以离句吠陀当中呢，当时还记得那时候谈到最主要是对自然、大自然、对自然神和自然现象的崇拜，这些就不够了。现在就慢慢的可以说过渡成为更深一层的对于这个这些宇宙秘密的这种探求。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 philosophy 各种的哲学思想就开始了。那么吠陀时期晚期当时的人们，他们对于这些万物，
他们已经不再就是相信他们是神的化身而已，所以他们就慢慢从这种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开始对于变成是所以这时候他们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什么呢？最开始对于大自然，就神有很多，是一个多神的思想，慢慢变成了叫做万有神的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在吠陀时期早期像离居吠陀的时候，是有很多神的，可以说是多神教的。那这是比较简单的和就是很纯粹的对于神的一种崇拜。譬如说，可能父母告诉他，这里有神，那个也是神，就这么简单，单纯的对神的崇拜。但是呢，慢慢就变成了叫万有神教，它就比较像是一种哲学了。所以从当时吠陀时期的人们，从最开始的多神的思想到万有神的这样的思想，那么这个整个转变的过程，可以透过吠陀文学，当你去仔细研究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整个转变的过程是什么。那么针对这些有很多的研究了，但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但是简单说一下所谓的万有神教是什么呢？那为什么这里特别要把这个万有神教这一段要解释呢？是因为万有神教它就是印度可以说整个哲学的开始。所以印度最开始是这个多神教，然后慢慢才变成是万有神教，然后从万有神教的观念，也就是开启了这个印度哲学的思想。那同时要谈到这样的话，那整个佛教最早的根源也可以说来自这里了。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万有神论要有一个了解的。在首先离居吠陀里面最开始的章节里面很简单的，他说一尊神就是一尊神。当他说这个伐楼那就是那个伐楼那神，因陀罗就是因陀罗神。所以像对这尊神的赞歌，就是用来赞颂这尊神的。但是你逐渐研究会发现，后面的内容赞歌就有一种改变，一种趋势，就是把所有的神总集起来，变成一神来赞叹。譬如说，经里面就有这句话说：火神生而成为瓦如那神，燃烧的时候则成为叫密特拉。然后接着说，万神集于其一身。然后对于信者，汝即是因陀罗，有这样的一个形容。所以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们呢慢慢就把很多的神整合成为一个神。
근데 이제 반복 순배난 게 대선 당보되려야 쇼로가 리린 주同样呢，在离句吠陀的3卷里面的一个章节中哦，每一句颂词都有一个结尾，这个结尾就是这个 Mahadevana 这样一段梵文，它意思就是说，诸神威力大而为一。这个意思是说呢，慢慢的，当时的人们呢，最开始觉得神是互相是不同的，多神的，但是慢慢就会认为有神性的，一种统一的一种神性的情况。那慢慢又演变成怎么样呢？他们不仅仅是把很多神归于一个神，甚至把万事万物都归于一个神。同样，这也是在吠陀的一个赞歌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的意思就是这句就是说，阿提提是天，阿提提是空，阿提提是母，是父，是子，是万神，是五种民族，是寄生者，是卫生者。其实你会看到，在佛教里面也会谈到说，上师您是本尊，您是护法，您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好像是一样。总之呢，类似那样。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就是吠陀最早期是觉得很多个神，然后接着就是很多神呢变成了一个神。刚开始就只是把很多神变成一神，但从上面这个句子慢慢看到，已经把万物都归于一个神了。换句话说，万法的本质都是一，也就是说，万物都是源于一处，都有一个本源的。那时候的人们就开始朝这个思想去想了。这里有提到阿提提是什么？这里的阿提提就是一个所谓他们认为最主要的、最高的那个神。换句话说，这个阿提提象征是他们的一种思想上的一个全，就是万神万物的一个全源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神，叫阿提提。所以这时候慢慢他们会觉得说，哦，宇宙的源头是唯一的。所以这个观点慢慢也就是印度思想的一个核心，就佛教来说，就是所谓的外道的思想，而不是断见就是常见等等。总之可能会说，外道的内容是不是断见就是常见。但现在我们不是从佛教去看这件事，所以这里不要把它一下就先入为主，觉得是外道的思想。但因为还没有进入衍生出后来所谓的印度我们认为是外道印度思想，但最开始这个核心就是这个时候谈到的，他们觉得宇宙的源头是唯一的。所以总之呢，当时的这个万物应该是源于一处，有一个本源的这个思想呢，总的来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万物宇宙的源头是一，是唯一的，最主要的那个就是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整个印度思想哲学的核心。不仅是如此，日本的一些佛教学者认为，大乘佛教里面提到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他们觉得这个也就是源自于这个观念。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日本学者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有这样一个推论。
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思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他们觉得一切事物的显现和变化，就当我们会经验到事物总是在改变，在显现。他们会认为这种各种的显现跟我们经验到的变化，它不是发生在唯一的源头，这个唯一的根源之外的事情，而是这一切的显现和变化，它都是在它自己自身之内发生的。换句话说，这些万有显现万法不是在外，而是在本源之内。换句话，就佛教的用词来说，有点像从法性中出现，就有点像或佛教的形容说波浪是由大海所产生的是一样。所以当时就会觉得说，一切事物的显现，万有不在外，都是在本源之内。这样的思想对后来印度哲学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认为说，像是以奥义书为首的叫吠檀多派，还有这个数论派，还有佛教里面的话是唯识里面谈到的缘起，这些各种的思想，这些日本学者认为说，都是来自于这个观念，就是一切事物的显现和变化都是在本源之内发生，从这样的观念衍生出来的。再来，这个观念的第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虽然说万物它是源自于本源，唯一的本源，但是这个本源它是本身是不动的，不会改变的。就算万物有各种的变化，或者说从这个本源产生变现出各种的变化，但是本源自己是不变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说，在大乘佛教里面谈到的，像是真如啊、缘起，还有这个真如体性、如如不动，这样的观念都跟这个就是大乘佛教这些说法都跟这个观念是有关联性的。所以总之会看到当时有这么多慢慢的哲学思想都出现了。所以无论是就是影响很深远，无论是印度的，像是这个梵书、奥义书，各种印度的思想、数论派的思想等等，尤其甚至像佛教的思想也都受到这个影响。尤其像佛教的12因缘说，很多的内容也跟这个吠陀是有关的。比如说12因缘当中是无名、形、识、名、色，这些名称还有顺序都跟吠陀当中的赞歌里面有提到的顺序，还有甚至这个用词都一模一样。而且事实上12因缘，佛教里面说的12因缘的，到底很多学者去研究说，到底12因缘是怎么样一个因缘而说的，也很难找到。所以最后这些日本学者最后发现，我最早是找到吠陀里面就有这样子无名、形、识、名、色，就是佛陀所讲的12因缘的这些名称跟顺序，在吠陀的赞歌里面都有。所以这是日本学者觉得说，这都跟吠陀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平时我们说佛教，我们想到这个佛教，就会觉得是就完全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一个人完全他想出来的。一部分来说，也的确是由他的这种证悟，透过修持证悟而讲说出来的这些可以说经验之谈，就佛陀本身的个人的这样的思想。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佛陀在世的那个时候，他是生长在印度，是这样一个具有这样印度文明、印度思想的这个地方。所以当他要讲说他的体悟、证悟所谓的佛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用当时的人听得懂的，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一些用词用语来说。不然如果他说的是一个火星文，就是说的是一个外国语言的话，或者是说是他们本地的人根本听不懂、无法接受的文字跟观念的话，也无法对于他们传教。所以佛教源自于印度，所以佛陀在说这个佛法的时候，也就会一定跟印度的文明跟当时的思想文化是有关联的。所以如果佛教是源自于希腊，那可能你会看到现在佛教的用词样貌可能就不一样了。这火星，如果说佛教它不是发生在地球上，而是在火星上出现的话，那搞不好更是一些火星文的东西。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说佛法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它很多内容一定会跟这个印度文明、跟印度的文化思想一定有关联的，是因为它就是在印度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法教。当然，所以里面佛教很多的思想是跟印度当时的这些吠陀的思想，或者说一些方式，它是有关联的。但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就有损于佛教的深奥或佛教的特殊性，反而是更加深、更能够看到佛教的珍贵处在哪里，因为你知道它源自于哪里，跟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当时你会知道，原来吠陀我们这次看到它已经是这么的深奥、这么的特殊了。然后佛教后期出现的，既然还可以超越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内容，可见得。所以我们越学习这些吠陀、这些古印度文明思想，其实反而更加深了你会对于佛法的殊胜性跟这种信心的。那今天就不多说了，就讲到这里。